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阮有邀请到两位里民来甲阮做伙来开讲。两位里民吼是咱伫万社有组一个读册会所以因是咱读册会的会友啦。请因先来自我绍介一下。大家好，我是富社人，即马住伫咧伦敦食头路，真欢喜今仔伫山顶向大家开讲。大家好，我的艺名是芳芳，我即马伫咧是咧读硕士。还是要让我来笑啊？我是觉得超吵。我刚想讲，我刚算是里民，我也无住伫咧万城，我刚算是里民。有听咱的 podcast 就是里民啊，就是阮的里民啊。安尼哦，对啊。今仔日四个人拢伫无共的所在录音，对呢。好，咱吼这个读册会就是大家拢会投票来选想要读的册所以讲拢会规礼拜读一段过来做伙来讨论这个内容因为大家背景拢无共，所以讨论起来就足趣味的有一届呢，咱讲到讲这个韩国和台湾有足侪相像的所在，所以咱就这四个人咱就决定讲做伙来读这个韩国史才讲到相像的所在，比如讲韩国和台湾拢离中国足近的拢是说人讲的汉字的文化圈拢有受到这个儒家的文化的影响嘛拢有互迄个日本来殖民到二战了后呢，拢是有经过这个独裁军的政府的统治经过这个学生的运动来抗争了后呢，才会当争取到民主。讲到说是安怎咱要读这本册呢？就是讲同款就是是安怎今仔日咱要介绍这本册互大家，就是讲虽然台湾和韩国真活有足侪相像的所在，但是讲韩国因的民族意识非常的明确因嘛发展出家己的文字，而且因即摆文化的输出真厉害真知影讲家己的文化是啥物嘛是因为安尼因才有法度去好好家己的文化包装来输出安尼。这本册《韩国史》就是朱立熙教授写的伊就是伫台湾研究韩国的一个足有名的学者伊有讲过就是讲你若是要就是即马嘛你是小韩国还是讨厌韩国，你拢爱去了解韩国，我是感觉真有道理对。而且阮感觉咱住伫亚洲，就是爱了解咱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才会当无毋对做趣味对去了解伊的历史了，才会当好好来回顾咱家己的历史。就是讲我有发现讲咱读即个韩国的历史了我会一直做好奇讲安尼即个时阵台湾是啥物状况，安尼即个时阵台湾是谁咧控制咱台湾即片土地台湾即摆时阵的语言是啥物，我感觉这是一个机会互你搁较熟悉台湾的历史，因为咱之前拢无学足济嘛，咱拢咧学中国的历史所以我会发觉讲我家己对我台湾即片土地的历史真正是一问三不知，无毋对呢，就是想讲要搁较去了解搁较济你搁去了解搁较济，你就发现讲哇，咱台湾的历史真正是足丰富的呢，无共韩国无共款，因为韩国伊自头到尾就是一个民族，就是伊当时迄个时阵是啥物人，到尾是啥物人咱台湾无共款，咱台湾有足侪人来，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趣味的所在。对。另外我想讲
因为吼，咱住伫英国遮久啊，咱拢有考迄 Life in the UK， 你的考试吼，就是你若是你若是变做因的公民，你就爱考迄个试啊。所以你要考你的试，拢会读因的历史嘛。啊，你就会感觉讲，英国历史含台湾真正是真正是差足济。你会当感觉讲，韩国安尼历史真正是含咱真正是有关系，会当互相影响安尼。而且我感觉英国伫读历史最厉害的是因按Year 1就开始伫教囡仔欧洲的历史啊，就开始教全球的历史啊。所以阮囝转来拢会甲我讲，一次大战的时阵，还是 Victorian time， 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啥物国地用啥物国地伫战上安尼，我感觉这拢是互我有一下感觉见笑嘛，因为咱读册读遮久啊，毋过我对历史的了解比伊佫较歹，所以我感觉逐个会当系啊，好好啊来读咱家己台湾的历史。毋知影伫台湾若要摕身份证，敢需要考啥物 Life in Taiwan 的物件吼？应该是无，因为有足侪版本啊。你看迄个看是 Life 啥 in 物人写 Taiwan 的吼？是啥物人出的？而且你是爱看，是上即前的时阵，迄版本佫无共啊。对。对啊。好来，咱来先来入来咱的主题吼，就是先来讲即本册啊。我互逐个提出讲，因感觉有趣味的即个所在，啊，咱来做伙讨论。啊，咱用时间来做即个顺序啊。为上头前开始吼，就是伊嘛有三国的时代嘛。对。啊，就是因开始有政权出现的时阵，就是三国。啊，过来因的统一变做新罗。啊，后来佫分开，佫变后三国，啊，过来佫统一变高丽，高丽了后呢，就是九省。台语我是无确定啊，毋过因的韩语吼是楚宋。楚宋 ，OK， 嘿，楚宋。九省迄是伫阳光先生内底，迄李炳宪咧讲诶，好无？对啊，所以拢会讲九省。你讲人啊。外国人音吧，对啊，啊伊就美国人你毋对，我嘛是外国人，对着韩国就是外国人。好，咱先为高丽含高丽进前的时期来讲。嘿，了无单有伊迄个伊文讲，哪有佫有一个后三国？迄是因为伊遮吼时间拢足短啊。所以，因遮我感觉遮足趣味是讲，因就是人咧讲历史，就是你若学足久，你着分开；你若分开伤久，你嘛会合做伙。即个时阵吼是迄个中国的时阵是隋朝的时阵，啊，伊要拍迄个时阵，一个叫做高句丽，伊拍3摆拢拍4摆。啊，到唐朝的时阵，因佫拍迄个高句丽1摆，嘛是拍4摆。啊，即个时阵吼，伊新拿，譬如讲，我空你，我要拍虎城人，啊，我拍虎城人，我拍袂落来，所以我就去找王来，讲，王来啊，咱两个人去拍虎城人。啊，两武为着要虎城人为着要无爱互因拍，伊就去找两武讲，两武啊，无咱两个斗做伙，咱来迄个做伙甲因两个组动。所以因迄个时阵的状况就是安尼。我去找王来做伙去拍虎城人扛两部，啊两部扛虎城人做伙要来抵抗我扛迄个王来甲因拍即个状况安尼。地震就是我的朋友即种诶。嘿，无毋对，就是安尼。咱有特别落在我搁小可甲显一个啊，我伫迄个伊高丽后期的时阵，有讲着高丽人有特要对抗蒙古人。因为要对抗伊，所以因足早就有因古族，甲因要守护因的国土的意识啊。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所欠缺的一点，毋过这就是因为历史文化的背景的无共所造成。系啊，咱要有人要来，可能爱到1600年迄当阵才会有人来啊。对。系啊，我咧看即段时阵，我印象较深的就是，我感觉因足够的
因足够拍片的呢。你即款遮久以前的故事，拢会当拍做迄个偶像剧呢。比如讲，上出名的就是迄个《花郎》，嘿嘿嘿，嘿，对，就是那个朴树准，嘿嘿他们迄个朴强信。BTS 的 V，哦，对，因做伙拍的，嘿，等于是甲因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一个传承的制度，啊，甲拍做一个变成是男主爱豆团体迄个感觉，我感觉足够。这样最厉害诶！就是迄个古早时代偶像剧即种的，韩国真正拍足济，啊袂足失败。你睇啊，你就会当用迄个就生甲足缘投的，甲生甲足水的，啊去做迄个文化的出口。就是大家会当看伊古早时阵是咧创啥，毋过内底拢是咧谈恋爱，毋过你会当看到迄个背景啊、建筑，对，足厉害。好，来往即个朝鲜的时期来进行。啊，朝鲜时期我感觉上大的一步就是因发展出家己的文字，叫做训明正音。啊，这是1446年的世宗伊去请一寡学者来发明的。啊，我感觉这是因代表示伊是因家己的一个民族意识的一个开始。啊，因为因有即个民族意识的开始，因嘛开始去写家己的历史安尼。就是看到迄个世宗大王，伊要推翻伊家己的文字的时阵，嘛是拄着足侪阻挡，因为迄当阵朝鲜就是有足侪儒生啊，啊因会当把汉字全部的知识拢伫因的手内底，就是安尼，因无介意。世宗要做的代志有淡薄仔亲像即马，就是咧推翻即种白话字，会当我讲啥物，我就会当甲伊写落来，是一种文字，是表音的文字，毋是汉字，所以伊即种文字，伊会当迄个知识解放。就是你若是毋捌汉字，你安怎讲即个话，你就会当读迄个册，啊，佫会当写你头壳咧想的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个 groundbreaking 啊。对，所以我感觉是因足大的一步。因家己的文字的发明对韩国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所以因的政府呢，就定10月9号即天是因的韩文节。你若有去韩国，你就会发现讲，因对韩文节即个时阵有足侪要纪念因的文字，有推出足侪商品会当互你买来做纪念。像我之前就有伫网络买一个手表，伊迄个手表顶悬的毋是数字，伊一般来讲，咱的手表顶悬拢有1、2、3、4、5、6，一直到12个数字嘛，互你看即摆是几点。因就是即个手表顶悬的用因韩文的字去代表1、2、3、4、5，我就甲买了，我感觉这足值得纪念的啦。毋过因虽然讲有推出家己的文字，毋过伫迄个时阵，因迄个时阵佫有讲迄个，因有分贵族较一般的人，两班，两班就是身份较尊贵的人啊。所以迄个身份较尊贵的人就想讲，你若会当学即种物件，所以因迄个时阵有淡薄仔咧主动政府来推行即个因家己的文字。后来就是迄个因战争第2次世界大战了，因的韩国因的为着讲要互大家拢会当熟悉因家己的字，要降低迄个无捌字的人的生迄个比例，所以因就决定讲，好，阮即马无要用汉字，咱即马开始全部所有的文件、你新闻、你的册、你的啥物物件，拢敢会当有韩国字，所以就造成讲，即马你较少伫韩国看到迄个汉字。包含讲因伫2005年的时阵，甲迄个因的迄个首尔以前的名叫汉城，改成首尔嘛是即个去汉化一件代志，嘛是安尼，为着要甲汉字伫因的生活当中甲迄个除去安尼。再有一件较有趣味的代志是，你若定定咧看韩剧的话，你会感觉讲，
这敢若像咱台语足像的呢，这像咱台语的发音足共款的。我去查一下吼，因迄是因为咱的台语嘛有人讲伊是汉语的古音，即种汉语的古音呢，因是差不多是伫迄个唐朝的时阵传俾你韩国，迄个时阵佫毋是韩国，迄个时阵是迄个三国，迄个时阵唐朝的时阵传俾你的，所以迄个时阵汉语的古音，同咱即马所有讲的台语一寡音是共款的，所以你才会感觉讲，啥那因韩国的一寡字的音同咱共款。我才有一寡例互大家听看觅，像咱讲时间，台语的时间，因韩语是时间。咱讲学生，因是学生。咱讲简单，伊是简单。咱讲准备，伊是准备，共款音。咱讲真正假的真正，迄个真正，伊是讲真正。佫有一个是咱讲图书馆，因是图书馆。所以就是因为以前的汉语的古音传入嚟的原因，所以才会讲，因的一寡音甲咱台语是共款的安尼。我伫遮有一寡想法吧，就是台湾的标音文字、白话字的运动，因为我感觉台湾是一个多元的岛屿啊。你若是拢用汉字去记录，每一个族群的生活，安尼，伊就是变种一种汉文化的霸权啦。嘛无法度啊，因为咱台语的因素比汉语的比华语的因素加足济啊，所以你嘛无法度有遮济字会当表示咱的发音嘛。过来原住民伊的语言嘛是无法度用汉字来拼啊。因虽然讲韩国你即摆一定无法度伫因的文件顶悬看着汉字，过因韩国人的身份证顶悬嘛是有汉字哦，因为因是迄个音嘛，因为因的音拢共款，伊写出来的音嘛是共款的，所以因会毋知影讲即个写出来即个汉字是代表啥物意思，所以因伫因的身份证顶悬嘛是有汉字讲，我即摆号即个名，我即个音是代表啥物字安尼，所以虽然讲有即寡韩国人的名念起来是共款，过因的汉字，因的韩国字写出来是共款，过因的汉字写出来是无共款。出道了后时阵，我的汉字是即个字，甲有迄个伊个公司甲更正。就是因为安尼。因为因是属于迄种你迄个拄仔咱肤色人分享的嘛，因是标音嘛。所以毋管安怎写，因拢写出来就是拢共款。毋过意思无共啊。我明明是美丽的美，你若讲我是美芳的美咧，对无？所以因就讲，因就伫伊身份证顶悬，因就会伫身份证顶悬讲，我即个音是代表倒一个汉字，是安尼即个原因。若是大家有趣味的，当看迄个电影《王的文字》啊，交代即段历史是安怎世宗要创家己的文字，伊是一种说法啦。好，咱即马时间来推进甲朝鲜的中期。我只是一个感想尔，因为迄个时阵吼，我读到遮，我是感觉因迄个楚宋即个时期吼，实在是伤够乱的啊，乱七八糟啊。就是逐个争来争去，我即边。我即派，我即栋书啊，毋过我即栋的迄个我囝孙，佫会起来讲我要报仇，因两栋就伫遐冤来冤去，所以因迄个时阵是我的目睭看起来是足乱的，毋过就是因为即个原因，等到是造成因迄个时阵的一寡读册人啊，一寡学者啊，因就讲伤乱啊，我想要迄个去插政治迄块，所以因就。变倒转来讲，安尼我着甲我即个教育即个时阵，即个部分顾好。所以因迄个时阵，因的读册人，因的迄个知识的传播是比较政治来讲是较旺的。即个部分呢，我是感觉着空因迄个册名悲剧的循环，实在是真正是斗做伙即个册名。好甲足好诶！我读到遮，我感觉有意思诶，就是讲因为新罗到高丽到朝鲜，拢有用即个宗教来做因诶即个政治诶工具，就是很凶。
讲因会用即个风水地理讲啊，也是讲佛教啊，来控制人民的想法。啊，后来嘛有改做用儒学的现象。啊，感觉讲其实吼，通天下的即个统治者拢会用即招啦。啊，无怪讲有一寡总统的候选人拢，逐个要选拢爱 Q 一个妈祖的吼。毋是关公就是妈祖嘛，可是。你大概讲儒学在通治，就是你想讲，就是你是用宗教做工具嘛，安尼儒学嘛是一种工具，然后是儒学都有人咧讲儒教，就是把变成一个宗教。系啊，因为有儒教开始，因就会当有即个阶层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诶。嘿，对，就是叫大家爱 know your place 吼。大家有迄个角色伫社会中，甲家庭的角色爱做好。嘿，对。安尼我才讲一个趣味的代志好啊，这是靠咱台湾有关系的。因为迄个时阵吼，中国遐是明朝，啊，迄个时阵日本啊，日本因想要，因为日本空迄个楚宋空迄个中国才隔一个海嘛，啊，迄个时阵日本咧想要对中国遐拍过，所以因就要对迄个楚宋才经过嘛，所以因就想讲，安尼我先甲即个迄个楚宋才先拍落来。啊，才先甲拍落来了咧，我就当去拍民国。啊，毋过即个时阵咧，伊就想讲，安尼我吼要甲我日本附近诶所有诶国家，拢甲伊招迄个啥，招米来讲，恁啊，互我一寡资源，恁啊，互我一寡钱，互我会当有钱去战争安尼。啊，迄个时阵伊嘛是，其实伊嘛有派人哦，写一个，即个所在吼，歹势我用国语先讲者，伊迄个时阵有写一张。高山国遭遇计划书，就是内底有写讲，即摆日本做请爷诶，啊，你吼爱甲我归顺，爱互我钱，啊，互我物件，互我有迄个能力会当去拍迄个楚宋抗中国。啊，毋过迄个时阵，因诶人到台湾诶时阵，迄个台湾也无一个国家诶形体，迄个时阵拢是原住民伫遐，所以因到遐就想讲，哇，惨啊！啊，找无人会当互甲即张批，找无人啊，找无人会收批啊，找无人收批，即个批找无人收，无法度伊就搁甲即张批搁砸转去，安尼搁转去日本安尼。我感觉这就处理。迄个时阵拢搁是原住民的一个，迄个所因讲的叫部落社会啊。迄个时阵台湾也毋是一个国家。好。啊，甲会时间留到18世纪，我感觉即段真适合台湾主义。先来讲即段发生什么代志吼，就是因即个时阵呢，开始去研究家己的语言，而且呢，开始使用因朝鲜的即个为因的角度起来看因家己的历史。我看到遮，我才发现讲，原来因本来其实拢是用一个大中国的即个中原的角度咧看家己的历史。啊，其实因嘛是经过足久的时间，才开始用家己的角度来看历史。啊，嘛是因为即个时阵，我感觉因的即个民族的意识搁较熟啊。看到即个所在吼，我就想要跟台湾来小可比较一下，发现讲，我感觉可能台湾进前拢是足分散的，无共的。无共的所在，无共的部落，也是讲无共的王国，对，所以要有台湾即个意识，讲咱规个岛屿是一个台湾的时阵，其实已经要到可能日本人来了后才有开始。但是日本人了后，咱就是皇室民嘛，所以你无可能会发展家己的研究啊。所以讲台湾开始研究台文。真正讲官方来研究台文，可能要到台湾文学馆成立，也是讲台湾的即个台文系成立开始。啊，迄个时阵已经是1997，也是讲2000年以后的代志啊。啊，再来是台湾历史的研究，官方来进行即个台湾家己历史的研究，就嘛是爱到1997
1989年开始。啊，女汉的是啥呐？就是台湾人家己读台湾人家己的历史，爱到1997才有开始。系啊，所以我感觉嘿，就是等于是万人100外冬啦。但是我相信讲嘿，只要有开始，拢袂嫌晚啦。伫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啊，咱有一个教育部长杜振兴部长，啊，伊是学者的时阵是台湾史的学者，伊有一个共心丸史官，伊就是因为两部大概有讲到伊韩国话中心嘛，啊，共心丸史官就是台湾做中心，一圈一圈伫外去熟悉世界，熟悉历史。啊，毋过大家拢知，就是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就乱的，所以毋是伊就乱，是就侪人不满意的，系啊，就是国民党啦，就是就是，所以伊做杜振兴部长咧做部长的时阵，伊无法度甲伊的史观放伫咧伊的教育的改革内底，我感觉真可惜。对啊，因为台湾迄个时阵，可能即摆嘛是啊，有人对台湾家己的历史文化是就有过敏啦，所以吼，咱要推测这无法度做甲拢官方啦，拢无法度做甲就彻底，系啊。好啊，刷落来呢，咱来即个朝鲜的目旗。朝鲜的目旗就嘛是真趣味，就是每一个时代的目旗拢足烂的啊。就是有足侪，就是迄个啥天灾人祸，啊个朝鲜的目旗拄着迄个项迄当阵的清国，啊个有日本相共，就是拄着迄个欧美的来到亚洲，啊个有伊家己的内政，就是目旗嘛，就是拢会朝鲜有一个足特别的阶级叫做两班，两班我袂晓讲台语，两班伊就是一堆儒生的贵族安尼，伊嘛拢足腐败的，贪污就是拢相共，就是一个时代目旗的镜头啊，系啊，啊就是朝鲜的目旗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东学党的农民的起义。东学党是一个反对封建的一个组织，我感觉伫迄当阵嘛是 groundbreaking 的思想，对，因为伫亚洲若是有受到儒教的影响的，拢足封建的。啊，东学党迄阵就有一个主张叫做人就是天啊，人是平等的。我感觉迄当阵伫亚洲是真特别的代志。好，啊，伊有两道的起义，一道就是反对封建，就是针对朝鲜嘛一个政府王国啊，朝廷对，迄当阵。啊，第二道咧，就是反对侵略，对，就是迄当阵咧，朝鲜伊有一个伊的外交，就是有时就我清国的，啊嘛是有一边我日本的，毋过拢无家己的自主性，所以就是安尼，嘿，啊，伊就两道起义，啊拢足不幸的一定会失败的，就是农民起义，啊，佮有因咧有一个趣味的代志，就是伊咧起的时阵咧，朝鲜就是要找伊的老大，迄当阵朝鲜的老大就是清国，甲清国讨救兵。安尼清国就回应，就派兵来到朝鲜，东学党安尼就伫朝鲜的目年，失败两道，啊，才有一个足趣味的历史的butterfly effect， 就是东学党的失败有安尼影响到台湾挂互日本的代志。
即件代志简单来讲咧，就是因为即个同学党的关系，迄个朝鲜吼有请迄个清朝遮来派兵支援，结果日本遮啦嘛派兵支援，所以即个时阵咧，清朝甲日本的兵拢伫韩国的朝鲜的即个土地上咧斗相共。伫因的话来讲，伊是讲我来甲你斗相共，甲你处理即件代志。结果即件代志处理了咧，哇，煞惨啊！日本就想讲我人拢伫遮，我无要转去啊，我要来开始要迄个感谢，迄个毋是感谢啦，是干涉要来共你清国斗处理迄个朝鲜即块土地的代志。结果咧，两个人讲袂合嘛，因为日本无想要转去嘛。清朝佫想讲，这朝鲜本来就是我咧管的，我的细汉的，你凭啥物来管？所以两个人就开始战争。即个战争呢，就是咱历史讲，咱台湾历史嘛有读到的，叫做清日的战争。伊的名是甲午战争，嘿。伫甲午战争即个代志，就是拄虎社人讲的，伫即内底，咱台湾的奉送互日本啦，安尼是安尼。对啊，所以因就是因为出兵超无好势，结果台湾煞互挂互日本。即个时阵吼，朝鲜无记者吼，伊嘛真诶是足衰啦，因为因家己诶国运无好，国力嘛无好，啥物拢无好，所以清朝甲日本才会当安尼，因诶势力拢要来伫咧内底甲因控制。因迄个除了台湾。互迄个送互日本以外咧，因为即个战争是迄个清朝拍输啊嘛，所以因就签一个条约叫做马关条约。即个条约内底有第1条，即个趣味的所在伫遮，伊第1条就是讲，你清朝你承认讲，即个朝鲜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就是讲，毋过因嘛毋是真正的独立。伊有即条是因为日本想要控制迄个朝鲜即块土地，所以就甲迄个清朝讲，你爱承认即个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伊是要甲迄个清朝对迄个朝鲜即块土地迄个宗主权甲伊摕开，安尼伊才会当来控制朝鲜即块土地安尼。就是我要讲，即块地是我的。要为你的手头抢来，但是我直接为你的名改做我的名，安尼会互人批评，所以我直接就甲伊讲，我就先话声讲，即块土地毋是你的，以后我才会当来过来写我的名，安尼。嘿，我看到遮的时阵，我就想讲，安尼对朝鲜即个国家来讲，毋知影是好还是歹。我家己感觉吼，一半一半，因为即个时阵因拢无啥物气力会当去讲，无啦，恁两个拢走，因无迄个气力嘛。就是伊迄个共一党啦，共一党因日本就为着要控制即个所在嘛，因就要改革因迄个朝鲜的内政。即个改革即个内政咧，伊朝鲜是封闭的，伊无法度伊封闭的。过即个改革即个内政咧，伊有包含政治，阁有伊的经济，阁有伊的社会性。譬如讲，因即个改革的内容内底有一条，我感觉足好的，就是讲寡妇，就是讲恁翁若死了吼，你会当佫嫁人啊，你会当佫嫁翁。因为伫迄个朝鲜以前吼，因是有规定讲，你若死翁，你袂当佫嫁。你若是过嫁呢，你的子孙拢袂当参加因的科举的考试。所以伫即个部分，我就感觉，即个社会性的改革吼，真正是对妇女的一种社会上的迄个地位吼，有淡薄仔有甲伊迄个提升起来。我是感觉即个是因即个改革内底，我感觉真好的一条是安尼。虽然讲伊是封闭的嘛。因毋是家己要改，因是封闭的，过对因的社会来讲嘛是一件好代志啊。同学党的农民就失败，一直咧失败嘛。伊这是一个来自平民的抗争，伊有一个即种，我是感觉这是即种抗争的接力比赛。
就是因遮诶农民诶子孙。较后壁的时阵，就会被征做迄个抗日的义兵，就是一代传一代安尼抗争对抗安尼暴政。日本完全统治朝鲜即块土地进前的一段过渡的时期发生的代志，就是迄个时阵吼，因日本吼有派人甲迄个明成皇后杀死，啊，即件代志就互迄个朝鲜的人做生气的嘛。啊，做生气了呢，即个时阵因的迄个民族的情绪就受到刺激，即个时阵因就开始要来迄个，即个时阵就是因的迄个独立运动的一个开始的迄个起始点安尼啊。就开始一个累积的过程。嘿，所以我感觉讲，为因三国时代来到即个朝鲜的上落尾吼，就算讲是一个朝鲜因民族的家己规个建立家己的民族意识，家己的文字、家己的历史角度、家己的制度等等的一个过程。你会当看讲这吼几百年来因是安怎行到今仔日一步的。咱遮吼先来收尾一个吼，这是咱第一集来讲这个韩国史这本册后一集呢，咱会来讲这本册后半部分，就是日本统治的时期，佮因后壁争取民主体制的这个过程。好遮就先甲大家讲再会吼，2礼拜了再继续甲咱收听，嘿。对伫遮吼，来大家咧讲一句祝福的话哈。我先祝大家身体健康。高泰民安。我毋知影有即趴咧，爱想这。好，安尼以上就是咱万城里面办公室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趁大钱。这哪有4个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系啊，1877嘛是啊，健康成功，好，水，再会。